线是33,000，冲线是110,000，然后电路机。就到西安了。哦，你到西安看过了？你来过西安了？西安没看过，沈阳看过。哦，沈阳。这是中国西安和上面1组，这是2组，3组。就是啊。你这个还没大点，比那个看。到这里边呢，就这么个直径，10万的3根木下要摆进去，里边就是靠这6幅画流冲压以后堆上，所以这个整个这些装置占地就相当小。所以这就是10万的一条木下，第二条基本上都是改成电子式的了，电子式不是过去那种电磁式的，所以这样的话，现在这个量很大。你们在沈阳的时候，上个室内看没看？沈阳。沈阳就像不是那天，那个不是。Он бичлэгийн юм гардаг байх юм шин. Тийм. 全部覆盖地图都拍了个头测，马上20号就开始。我想下一个。用那个也是真空式的，真空式小车开关。真空的效果。这些开关呀，开关进行操作，拉合刀闸、拉合开关。你看，这两台机子是专管这个变电站，就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变电站的。另外，我们现在实际是个机控中心呗，还管了7座110千伏的变电站，就在这两台机子上体现。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变电站的那个开关运行情况呀，电流呀、电压呀。Gana khairan gol posat ke nagi posat naktra 10 kilowatt hinge posat ke bega gi bor gun khair machine mor bitim pil gun sian utin bega bise posat war hat legi bor gun khairas bitim pil
你看啊，它这是东郊变的主接线图啊，东郊变的主接线图，这一片儿是330千伏。这就是刚才那个苏工给您说这个东南线，根据系统施工情况，我们就是只投了这1号。然后这个电抗器没投嘛，这采用的单母线分裂方式运行的。然后你在这里你要看那个软件管理的话，从这里边都看。现在这是东郊变的。양주라해부터가라서 하는 게 하는 하는 게 하는. 每个站的都。你看在它这里边可以。 대가리 넣으시냐 한 거라. 어떻게 하는 거라 하시나. 능거름도 고신 그요에 한 걸.这项没看过，就是书面的看。总的体积小，电容会什么？电容。